晨早时啊，下暗时，我爱煮点点啊，而且一定爱煮一锅饭啊，爱有咖喱汤啊，这点时啊，越来。在地人为了要食要紧的日头，领头要食，伊中头拍的，我们以过年当日问答，来到庙埕将来食的日头教因的。食平安大海细小，已经完全停摆。伊苦住大天气下的心，不管花到偌远，伊正月15日元宵这一天，拢会转来故乡圣母中看到的，食一碗互人少年的甜饭。上健康，自然。每一号拢会准备一大手路菜，除了靠小野种的日头花，嘛是你民间的基础交流。饭大大好食，真紧就易食完。这嘛代表台湾的情况。姜饭、烤乳猪、温牛饭、炒米粉、竹笋白骨汤、中央的豆汤，小的、硬的、硬的技术，不管是熟悉无，比你拢会前来招待。平安堂有一项古早味姜饭，是家己亲友尤其一定要食。姜饭是爱用大灶大鼎香茶火煮的才好食，所以大天火地底户外行道，那么做一个大灶。用三八八土地广场，如果安排好，泡沫的鱼，大天会放就是，像是慢慢，其他慢慢炒，有菜料，开汤料，还有这个地看鱼超好吃。擦条以后，加入姜粉切碎，这样不会这样看完，不要好看，放不简单。做姜饭这项功夫，面面角角，炒火控制，滚水的节奏，拢需要人教甲拼命的。伫你收摊的时，将大灶内烧火烤的，点外壳的，是袂将鼎内食材最原始的香味放入去。米有肉香，肉有菜丁，菜有黑米的海味，这种香味是大天人记忆中的香味。
这种容易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画面里的东西，嘛是离他永远一旁，一路归还的家园。感谢妈祖婆的保庇，这位查甫因元宵，怎么来查甫人超上当的超上当，查甫人着留咧厝内煮食饭，拿出来互人食，平安夜就安尼一代传一代。台湾本土的历史文化，亲像竹笋共款咧半途而出，大天人用放大打出伊的感情。咱祖先上水的人情，伊嘛无甲放袂记。这种上宝贵的人情，是因大天人做伙的记忆，用最热情的结果来交代每一个来入关请的人。有是，很喜欢，台南车站，台南车站。古董宾士，古董宾士的车。太人的车店这好。台南小吃店呢？台南小吃店。
哦，有高档变形者，好神秘。哇，喂，
对，也是开放。嗯，那确实确实。哦，雕刻。
那开始了。没地方。那有。
哦哦哦，哦哦哦哦，雕刻师，雕刻模像的，光头丁文科。啊，好好好。好，现场所有朋友，现在有请大本中国的有请你的影像作品啊。那我们接着呢要来呢。